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雪山的山顶早起9点落，今年头一阵雪，合欢山这边树丛枝叶嘛拢卡一烟冰。法国有真侪工会正咧鼓舞全国性的罢工，首都巴黎高铁停开，飞机也有2成无在调飞。中央研究院的专家解剖强直性龙骨炎致病原因，嘛找到2种药，通来治疗这款民间所讲的德国病。观众朋友，昨暗暗雨刁迷落到即阵，早起伫咧新竹宝山迄当阵，原来有去测到今仔日平阳上界低温度11度9。9点的时，雪山的山顶连今年头一阵雪都落落来，南投合欢山这边树丛枝叶嘛拢全卡一烟冰。中央气象局讲，沿岸气温会降落来到14度即卡道。下大雪嘞！雪山369中开始落雪，顺着楼梯看来，抗地一片雪白。布农卡里布湾登山队一早翕到落雪画面，嘛回报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场的人拢真欢喜迎接第一场落雪。今年雪山地区降下第一场雪，在雪山圈谷，它的那边气象局有设一个简易气象站嘛，温度是有到0度啦。南投合欢山温度相对无较低，无落雪，不过前一暗温度已经落到0度以下。一透早，游客拢发现食物顶头全部结冰珠，变成另外一种美景。气象局表示，若水汽充足的话，礼拜5下暗到礼拜6透早，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还有机会落雪。受到冷气团影响，气温会阁落，今仔下暗开始下降，上低温应该出现伫礼拜日透早落到10度。到明天清晨的话，各地的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左右。那到礼拜天的清晨的话，甚至来到11到14度。部分比较空旷的区域，或是近山区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甚至有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嘛特别提醒，大台北山区落雨明显，已经发布豪雨特报，雨势要等到礼拜6日时才会减少。有关回温要阁加等一下。气象局表示，后礼拜1日时北部高温会回升到20度以上，中南部是到25到27度。记者林志梅、王德新台北报道。政治水分明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到基丁，主持海巡署家己生产头一只600吨巡航的舰船号名，阁有35吨的巡逻船完工交船的联合典礼。讲起有人去找到伊手抱收买网军迄个杨惠如的狗仔咧翕相。蔡总统嘛讲，迄是拄当游行中间，顺对方的要求才抱咧翕的。杨惠如伊确实都毋捌。蔡总统嘛问讲，毋通把这条案当作政治操作的用途。提报头甲所有切灯拢拍手干来祝福船难渡水了拢平安。总统蔡英文早起去中信高雄遵守主持海巡舰艇号名甲交船典礼，强调国南各做的政策已经让台湾的造船产业搁活起来，可以让国内的造船产业越过前几年全球造舰造船产业的低潮期，准备再一次的迈向高峰。中信造船嘛表示，接手海巡军舰了后，以后8档拢毋免烦恼订单。毋过讲到国防，这是2只美军 B-52H 的轰炸机入来台北飞航情报区，敢是回应中国轰炸机携带员。国防部初5是无回应这件代志，蔡英文是表示拢有掌握。我们的国防部跟我们的军方都有全面的掌控啊，那我们也随时都会来判读这一些军事的行动的这个意图。民进党这2天因为网军风波继续伫拖，网友阁找到蔡英文某卡信杨惠如狗仔相片，质疑伊无熟悉杨惠如的讲法。蔡英文驳回，敢若是伫咧游行的活动内底甲民众互动。我在很多的群众场所里面跟很多人合影而且也在游行当中有很多人民群众跟我互动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也并不代表说我对每一个人都认得，或者是每一个人我都熟识。针对台北外交官的案件，蔡英文强调讲，司法已经查清楚，希望讲唔通一直扩大要做政治操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网军，韩国瑜这边早起阁派人出来压讲。中央电台内底有设一组人，专门伫咧网络配合攻击韩国瑜的新闻，落去开广告。这就是国家的机器，去互人当作私人的器区。另外，军的军的民意代表早起嘛去到外交部的门口抗议收买网军这条案，
外交部是讲，因遐上好唔通变做政治人物雕工要表现的场所。杨惠如的办公事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初六指控中央广播电台有高雄组伫网络甲攻击韩国瑜有关系的新闻，会特别拍广告。所有的事实证明，连国家广播电台领文化部预算，每年4亿多的预算，他在网络脸书上面下的广告是韩黑的新闻，推播的是韩黑的新闻。王千秋摆做讲市府的新闻局长赞助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一开始就大动作要求中央广播电台讲好清楚，但是对网军案，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无加讲什么。民进党在跟杨惠如切割吗？那总统蔡英文叫网友吹到，把甲杨惠如翕相，向这支讲无熟悉杨惠如是伫讲白菜。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是替总统蔡英文讲话。任何的公众人物啊，跟很多人即使办过活动同框，那至于说是不是认识，我想当事人大家主观的意思，我们应该尊重。南亚继续追查网军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乾等人到日本要求助理代表谢中典讲好清楚，无结果，初六早起，搁到外交部抗议，混乱中外交部关门，采协到国民党立委的手，不离过对网军案外交部讲尊重司法，暗格强调外交部是代表国家处理对外关系，不应该是进行政治表演的所在。记者宋华报道。网军这拍火，打嘛倒对台北市政府去。市府的顾问蔡碧如就表讲，头仔杨惠如有伫因遐伫咧斗骹手，迄阵伊就不时要求郭文特市长爱用专门签的公司加拨额外的补助予伊。郭市长本人嘛赞讲，毋但讲市长专门签这条规矩尔，自伊上任开始，阁有几两条较有通私偏的空仔棒，伊拢总已经废掉了。台北市政府到底补助过杨惠如偌济钱？外界拢咧看。市府顾问蔡碧如佮亚了，杨惠如伫郭文特上任第1年到市府斗3工，煞定定要求爱市长专签提供补助，煞互拒绝。郭文特只好甲专签废掉，杨惠如改请民进党市议员斗3工来敲补助。对此，郭文特讲，伊废掉的毋哪是专签。我废掉一个是小巨蛋的公益档期的，以前70天是50天是打分数的，20天是市长专签嘛，那个后来被我废掉。还有一个是后来那个运动的补助，后来就定一个叫评分标准，按照分数，然后去决定补助的金额。废掉专签，敢是想要切割？郭文特强调，依法行政，一切照规矩来申请，甲过去市长的财量全部分拢尽量废掉。若是有破空，搁一个补开。郭文特拼市政，台北市府劳动局长赖香林要拼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因为外送平台的劳动争议不断，赖香林主导的自治条例，毋但是全国第一个，未来伊嘛要伫国会推动。一个这样地方自治的法规，它的涵盖面够不够？我想我们还是要很诚实的跟各位报告。如果我到中央去，我能够担任立法委员，我相信我们必须是在全国一致的推动，而不是只有台北市自己的自治条例。不过，为了避免党政不分，赖香林暗算12月中会离职，专心拼选举。市府顾问蔡碧如、副发言人黄静怡两个人拢伫6号早起提出辞呈。记者综合报道。新党这边早起嘛召开记者会，宣布讲已经有传一部反网络霸凌法的草案，明年因若有通入去立法院，就会大声提案紧立法。部分区的立委候选人区议甚至佫讲，为了加强抬价架构的效果，因会提案讲，这部法律嘛就要运用新加坡迄款公开牙锤下来说的变形。反对网络霸凌。新党的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白龟白话反对网络霸凌，因为杨惠如引起政坛操控网军风暴，暗过目前欠缺法院依据。杨惠如案件用武力公诉追查办，新党已经在准备反网络霸凌法，但是明年进入立法院都优先提案立法。如果是首谋，如果是连续犯，如果置人于死，而且其中涉及到对无辜公务人员的伤害，他必须从重量刑。我认为，为了收到恫吓效果，我们附带提鞭刑入法。区议个批评蔡英文政府讲假新闻危害社会秩序，操作反中意识、反渗透法。
毋过对真正散布假新闻的境内网军组织，颠倒是无法会当办。网络霸凌不只是假新闻而已，它也让台湾的人民看不到真实的新闻、真实的事件的面貌。我会直接在记者会里面谴责谢长廷，让谢长廷在东京连立足都没有办法。谢长廷必须要为这一次杨惠如的网络霸凌行为，他要负起责任。对民进党甲助理代表谢中廷一直切割甲杨惠如的关系，科技甲批评都是社会民意代表伫背后支持杨惠如照资源伫网络操作舆论。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进前一支韩国电影，内容是用1980年韩国光州迄搭民主化的运动当作主题，戏出的名叫做《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这点咱台湾嘛真轰动。民进党的林静怡立委，当嘛邀请韩国迄边的历史学者，将光州这阵社会运动侪宝贵的资料搬山来到咱台湾展览3礼拜。伫咧大河中，内台展示韩国518光州事件民主化运动的特点7.0，观看过去光州事件点点滴滴。韩国518光州事件是韩国近代正重要的民主化运动。捌伫台湾引发讨论的电影《我只是计程车司机》，就是以光州事件做背景。因为今年是韩国518光州事件39周年，也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伫咧立委林静怡邀请下，这场以光州事件为主题的518民主化运动特点6号正式送到台湾。 5.18 학살자 책임자를 처벌하고 진상을 규명하는 시위가 바로 광주 침공하고 있을 때 전국에서 일어났고 전국의 130여 명의 학생 시민들이 분신하거나 자살하거나 또 수배 중 사망하거나 했던 그런 사건이 80년대 10년 동안 발생했습니다. 80년 10년 동안 130여 명이 광주를 위해서 사망을 했습니다. 这点人也阁包括光州事件受难者，因为经历过事件伤痛，在记者会上，因强调会当理解台湾228事件甲美丽岛事件被害者的心情。只有参加的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也再次强调转型正义甲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今年6月去参访的时候，刚好是他们的开幕展。对，那我觉得在国会殿堂看到一个国家在展示自己的过去的伤痛历史，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就有想到说，是不是能够移展到台湾？特点是自初6开始，展期3礼拜。7点人伫咧初7也办会促转会，进行台韩转型正义的交流座谈。 同时参访国家人权博物馆等地点，了解台湾的转型正义工作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果好，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韩国人因的民主嘛是争取出来，就亲像台湾嘛同款。以早互外邦统治，日本咧接管台湾的时代，我哪有真侪高人，真侪先贤，为着台湾。 人民知识会当开化，因拍拼真济，争取人权这条路。今日国政要来甲你开讲，台南地一个真出名的先贤林秋娥先生，伊本地家庭真艰难，读汉学啊嘛真认真伫咧学汉文，到甲讲考入去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渐渐较大汉了后，甲林献堂啦、蒋渭水啦遮个人，日日有咧交陪。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迄当阵。 伊有去到厦门，有去到日本流浪一段时间，做头路啦，包含讲读书啦，倒转来林秋娥原来投入台湾文化协会，开始世界去演讲，就是要叫醒台湾人的民主意识。咱现时真出名的台湾历史的学家李孝峰教授，伊就爱称呼林秋娥叫故宫。林秋娥慢慢年岁愈来愈有的时阵，台湾文化协会。 组织有哪有变迁？以前伫咧台南开元寺就去出家，就去认真研究佛法。伫咧1929年，又写一首汉诗，叫做《正青年情行》，国政来读互你，做伙来体会看林秋娥，要这少年的修道人，较少岁来到庙宇内底讲要出家，这个人，伊安怎样甲因教？甲因教讲，就爱替艰苦人来争取权利。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佛法。诗句内底讲：菩提一念净3000，省识四条最上善。体解如来无畏法，圆通玉效度强权。头一句的诗句，就是讲菩提一念3000的法文，一个念头就法度去完成。这就是佛法内底讲的。所有一切有为法3000法文，咱头壳叮当一下，拢已经卡掉了。啊，省识四条，这个省识就是讲你要认识，认识时代的潮流，你要了解讲时代变迁到什么款的地步，这才是真正坐禅，这是修佛法的道理。啊，咱爱体解如来佛祖大无畏这款法文，拢无惊半项，咱就爱徛甲遮艰苦的人。圆通玉效度强权，甲遮个玉效，甲遮个需要咱辅助的人徛斗阵，甲所有遮个强权认真在斗争，这就是林秋娥要赠送予少年辈遮个修道人，要来学佛法，遮个精行所写的诗句，实在互咱听到真感动。国政阁来替你读一摆：菩提一念净3000，省识四条最上善。体解如来无畏法。圆通玉效度强权。啊，讲到民主运动，我也要阁招你做伙来看上届新一站新闻，就是新党提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区议，伊嘛去到监察院要求弹劾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甲台中监狱。原因就是伊讲，咱前总统陈水扁自从保外就医到今，拢一直违背主管机关对伊的约束，大过界线。毋过台中监狱这边是讲。陈前总统一人去到位的活动，这拢是医疗小组有建议，爱本人嘛拢有大声报备。替工具固定，都甲彩色布盖起嚟。台中监狱相邻，当地制作会顶，每一个动作拢真细腻。能要10几个人，一做就要10几个人，那要至少要花费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工序都是非常的精细费工的。很肯定自己啊，高兴。得奖很高兴啊！这摆台湾灯会要伫台中举办，台中监狱相邻制作会顶工拢真有，嘛加入台中在地特色，用团队合作，规划制作28个大型会顶。啊，毋过同款有相邻的身份，保外就医的陈前总统，伫监狱外口的情形都受到各界关心。陈强要求要遵守4步原则，啊，毋过也是伫公开场合出现。我永远不会踩红线，我只是移红线而已。陈前总统技术性的闪避会顶，嘛，互新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区议要求，监察院爱单协中间。台中监狱表示，一切尊重医疗小组建议。我们目前都有一个工作小组同仁，在每天在做了解，在了解，所以我们以他的身体健康，还有保外就医期间的就医的情况为主，希望他的身体健康能够有所进步。台中监狱表示，陈前总统的保外就医甲出席活动，会前拢有医疗小组提供建议。考虑身体状况，陈前总统本身嘛拢有报备，有下相关听数。逐摆拢是针对个别的活动伫审批，毋是通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这边争取人权的运动嘛真请拼。昨日香港立法会25个民主派议员提出联合动议，讲要用立法会立场弹劾，也就是责备特首林郑月娥。不过，昨表决因举手举事立场较我北京遐建制派议员弹劾无通过。功能團體出席33位，10位贊成係2位反對。分區直選嘅出席係30位。表決的結果讓泛民主派議員真失望。香港立法會25位泛民主派議員隨時提聯合動議，認為特首林鄭月娥在處理反送中運動時陣嚴重瀆職，要求彈劾。不過，在建制派議員護航下，雖然分組點票第9個特選議員表決過關，不過功能組別表決無過半，彈劾被否決。喺呢個香港面對最艱難嘅時候，如果呢個時候貿然通過呢個彈劾嘅議案呢，會製造政治嘅混亂，亦都可能帶嚟社會嘅動盪。立法會最高辯論時陣，泛民主派議員批評林鄭無顧民意，縱容警察嘅暴力行為。建制派一開始攏無發言，尾仔時再講政府應該做更加多，不過反對彈劾林鄭。政務司長也講，彈劾案唔是這麼隨便嘅政治工具。更重要嘅就行政長官
並冇違法或者瀆職嘅行為。照現行規定，香港特首的任命彈劾攏是北京當局的主權。不過，基本法第73條第9項內面講，立法會全體議員1/4聯合動議，經過立法會通過，會當組成調查委員會。若是調查委員會有夠的證據，會當構成特首有嚴重違法或者是瀆職的行為等指控。還有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就讓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政府。雖然彈劾案無過關，不過民陣在8號高發動遊行，向政府施壓。記者綜合報道。咱過來看法國，這嘛有濟工會為了反對總統馬克龍當咧推動的年金的計劃，自12月初5開始鼓舞全國性的罷工。頭一日到100外個城市，計共超過80萬人行上街路抗議。首都巴黎的高鐵已經用要完全無再條發車，還有飛機機場這邊嘛，發緊2成的飛機班無法度飛咯。法國總工會 CGT 所發動的這場無限期的全國大罷工，卻有法國媒體用史上上強、有着超級無敵等等的字來形容。首都巴黎地鐵車站的鐵門全部攏留落來，車路的交通是大塞車，市中心有65000個人的遊行示威。就算講遊行的隊伍打開始是真和平，不過一陣穿烏衫的示威者放火來燒停佇路邊的拖車，而且用石頭來破壞商店的塔門，引起警方發射催淚gases來進行驅離，場面是亂七八糟。到初5暗時為止，已經有90個人去用掠起來，同款相對的場景嘛，在南特、波爾多、雷恩等等的城市出現。Toucher aux retraites, c'était la goutte d'eau qui a fait déborder un peu le vase, quoi, parce qu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on y perd tous. Que ce soit pour le chômage, pour la suppression d'emplois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que ce soit pour la vie quotidienne de tout le monde. Donc la touche à retraite, ça nous donnait la moindre idée de ce qui va se passer. CGT 講有150萬個人佇街路面頂來響應這場大罷工，內政部統計數字是806000個人。除了交通以外，學校、病院、郵局等等其他公家機關嘛加入去這屆的罷工，影響的層面是真闊。巴黎真有名的觀光景點埃菲爾鐵塔、奧賽美術館、凡爾賽宮等等，全部攏關起來，無開放參觀。全國8座煉油廠有7座去予工人封鎖，若是閣繼續安尼落去，會引起欠汽油的問題。法國全國公民營單位總共有42種無同的退休制度，馬克龍政府想要殺齊頭式的年金制度來取代，詳細法案內容還未出來。不過工會已經認定，新的退休法會讓勞工的退休年紀變濟歲，退休了的生活會變甲真艱苦。按說講要甲馬克龍政府拼落去，就算講要甲年底真重的耶誕節甲新年的採購貴廢條嘛，一定要做。記者綜合報道。咱來關心醫療方面上蓋新的消息。免疫性的龍骨炎，也有人講做得高病，得着這款症頭，腰脊骨、腳趾片的硬症，買飯會食袂落。加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家已經解剖出治病上蓋主要的原因，因找出講，若當壓制人體內底 TNAP 這款酵素，這個病症就較袂贏。尤其因閣找到2款本地佇咧治療骨頭含梢的藥啊，用點這款病嘛真有效。得到強直性龍骨炎，會有透早規身軀電扣扣情形，嚴重的時甚至腳骨無法度行，龍骨互相連做伙，變甲電扣扣，只要強化親像跌高。目前國報道完全向治療好勢，不過中國醫經體研究中心團隊經過7年拍拼，找到關鍵的致病原因。僵直性脊椎炎病患都帶有這個基因型，那我們發現這個基因呢，它會啟動不正常的蛋白堆疊的路徑，那導致不正常的訊息傳遞路徑以及不正常的轉錄因子的產生，那之後呢，造成酵素 TNAP 的大量增加。研究團隊為臨床手術提出發病最古建議的幹細胞，發現就是 HLA-27 基因在作怪，發生2倍時陣產生錯誤的塔做伙，變作無正常的現象。這係傳送特殊消息，增加 TNAP 酵素，造成無正常骨化，也就是最古形成，最後造成強直性龍骨炎。掌握到關鍵酵素了後，研究團隊嘛發現，市面上即賣2款藥啊，有機會甲老藥啊，佮摕來治療強直性龍骨炎。通過的藥物有這個 Lavamisole 跟 Perligonate 這2個藥物呢，是已知可以用來當做 TNAP 的 inhibitor。那甚至呢，配合一些血清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指標，可能也許可以對未來我們在選擇什麼樣的病人適合什麼樣的藥物，做一個更個人化的一個醫療。這體醫療難題，帶來新的希望。未來敢會當有機會完全治療好勢，團隊表示2款老藥啊，會當控制8成到9成的最古形成。不過敢會當完全治療好勢，該等待證實。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北醫學大學上蓋新的調查發現講，
去找气科医师伫咧找人斗镜啊，要将牙槽矫正予正正的患者，真侪拢是另外有蛀气的问题。调查的结果嘛，会当看出有袂少人因为喙齿无整齐会自卑，甚至会互人欺负。目前卫生福利部已经委托台北医学大学编一本手册，宣传牙槽矫正较正确的观念。最近这几年，喙齿整形是长时行。台北医学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大部分需要喙齿牙槽矫正的患者，除了因为外观的原因，嘛常常有蛀齿、牙周病等等的健康问题。若是无及时介入治疗，可能会有加白症、保面的功能障碍，影响发音的学习，还有消化道系统等等的问题。咬合异常，没办法正常吃东西，比如前面开咬，没办法咬东西，那这些人就需要做矫正。医师表示，牙槽矫正是透过一寡矫正器配合金属的矫正刷，使用适合的生理机械力量系统，把喙齿伫咧3度空间内底刷振动起一定的位，唔乃当调整顔面骨的生长，嘛当做回来整理起近4颗位矮的牙槽骨。另外，调查嘛发现，中小学学生伫咧学校去用霸凌，常常看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特征，尤其是牙甲后道，影响人际社交是真严重。因为牙齿引起外观的问题，让所谓的人际关系或者社交关系产生障碍。卫福部强调讲，除非是车祸造成的喙齿无正，健保会负担部分的给付，一般的矫正拢算是自费。譬如讲，全口矫正的行情差不多是10万至20万，而且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正确矫正的观念，特别委托北医大病器官矫正治疗参考指引。治疗进程上好甲医生沟通互清楚，减少医病之间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自本有真侪机关拢有针对听的方面较有各样的民众，提供用手语落去比，通好甲因说明的协助。但台北市政府即摆又搁增加一款用拍字或者听较无的民众来看的服务，望讲配合读字，会当或者的民众伫社会上得到更较公平、更较平等的对待。无字幕的演唱会现场，透过听写拍字人员一段一段即时字幕的表现，互现场参加的听语障碍患者会当透过文字的描写来感受到声音的振幅甲频率。这是台北市社会局替听语障碍朋友所设的听拍服务，互所有听语障碍的人会当掌握环境当中的声音信息。在表演的两侧旁边都即时有文字，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听相声的时候，旁边上了文字，对你来说是不是更容易知道演员在讲什么？那手语的部分是打过去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去复习。学会表示，听语障碍民众因为听力的问题，对4颗位啊各种声音的信息，敢若会当吸收一部分。即卖制度虽然有提供手语翻译的服务，不过唔是所有的听语障碍民众拢惯习使用手语来沟通。而且声音信息嘛，唔是干那口语尔，嘛包括音乐、声音的振幅甲频率。听拍人员需要甲这寡唔是语言信息表现伫咧字幕面顶，除了是服务的一个大挑战，嘛包括迄当阵的专业判断，还佫有专心投入的心情，互冷冰冰的字加一份温暖的心意。多元的选择，有多元的那个，比较不会局限在一个范围内。那我觉得同步听打，它除了设计给听障的朋友之外，老人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及时接收到资讯的，或者可以说，当我们资讯可以接受的更便利的一个管道。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表示，台北市听语障碍沟通服务方案伫105年启动，除了提供手语翻译，即嘛针对用文字来做主要沟通管道的民众设听拍服务，和听语障碍民众除了一般接看的办公看医生以外，嘛会当接触各种的讲座、记者会、座谈会等等。除了促进听语障碍的人会当参加社会，嘛保障资讯平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讲，县部国立大学校务基金在运用的时，虽然是讲爱有稽查人员，不过无规定一定爱选经费稽核的委员会这款组织，打到教育团体和学生代表去到教育部门口口真情，望讲赶紧修改法律，才袂放互有的大学校长家己拍球，家己兼做裁判，利用校务基金迄当阵选无独立的第三者来监督。条例尽速修法，独立监督机制。伫咧教育部的门口画着口号。学生代表加教育团体希望相关单位爱修改大学法，和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更加公开透明。校务基金聘任的，不论说是助理或者说甚至是编制外的教师，这几年劳动条件不但经常是有减薪然后克扣相关的福利，甚至说违法的删减员额不续聘我们在很多学校的事务上面都跟学校都跟学生都做了很好的一个联系工作。
身兼台大教授会国教评理事长王立生讲，伊捌做过学校的经费科学委员，早期运作了好，也是学校甲学生的沟通桥梁。伫即马大学以后的校务基金设置条例是伫104年修正，有规定各大学必须设置科学人员，也毋是隶属伫咧校长，同时也无经费科学委员会设置，互大学的治理权甲监督权无法度独立运作。它的稽核权跟它的使用权都被绑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校长身上。稽核没有公开透明，没有学生、教授还有各种代表参与之下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各式各样的弊病。目前啊，立法院已经排入这个审查的程序，进入朝野协商。那部里面未来也会配合立法院的审议程序来积极配合。教育部指出，相关修法已经送条件协商。教育部也认同，爱强化经费科学的独立性，也尊重大学自主。伫大学法内面规定，校务会议会当设各种的委员会。建议未来修法会当甲科学人员由校长任命，改做需要经过校务会议同意了担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花莲县政府委托门诺病院成立一个身心障碍者咧用的辅助器具的资源中心。这毋若讲辅助的器具免费借人用，佫有专业的职能治疗师含修理这款器材的师傅，随时挺好甲人斗相共，拍算有才调帮助着26000几个身体有较不便的民众。来花莲县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设计一个新心理的辅具资源中心，内底有各种功能甲寸笑的辅具，这拢是花莲县政府甲门诺病院新买的设备，会免费提供给心障朋友使用。这太重要了，辅具中心的服务啊，非常的热忱。复健的路上每样的辅具都需要啊，那不止轮椅。电动轮椅，甚至很多的相关的。事实上，花莲有一个门诺基金会成立的辅具银行，但是伫今年3月份发生大火，仓库内底就千件辅具拢互烧掉，互人真唔甘。这个新成立的辅具中心是门诺病院成立的，除了会当免费借辅具以外，还有职能治疗师甲技师提供专业的咨询甲维修。我们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其实有提供到宅的服务，因为有时候我们花莲的地形狭长嘛，然后资源分配比较不均，低收入户。还有一些什么有领身障补助的一个津贴，然后只要他符合这样的身份，我们都有提供更换的免费。花莲县政府强调，花莲县有26000个身障者，需要公部门甲地方病院做伙合作照顾。门诺病院伫偏乡医疗方面真有系统，所以会当直接对个案介绍去辅具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中市的太平，目前家扶基金会已经踮遮成立6杯小屋，这就是要提供治疗教育的课程。来陪伴四边的砖头，遐发展有较慢的囡仔，通好做伙学习，赶紧大汉。全新装潢的空间，才有遮侪小朋友上爱的囡仔耍。这是家福基金会台中发展学院伫太平搭成立的6杯小屋，要帮助发育较慢的囡仔，互因会当就近来使用这社福资源。家长有万免为着治疗，带囡仔四界走来走去。在每个社区，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希望能就近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避免孩子有一些奔波，然后孩子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课程跟服务。根据统计，太平甲附近的地区，每当有900多名的囡仔，互人发现讲可能有发展了较慢的问题，其中差不多有400个囡仔，互确定讲是身心障碍，也是讲发展了较慢。不过太平遮因过无遐尼侪资源，甲这家庭来斗相共，意思讲有一寡囡仔煞无得到支持。希望把那些从没有出来的孩子、没有被发现的孩子，我们也能找到他们。然后已经找到了孩子，我们就提供相对应的一些课程，然后甚至是一种个别式的或是团体式的各种课程。园长希望侪有需要的囡仔拢会使来遮，大家做伙来成长。未来伊嘛提供发展了较慢的国校的学生特殊的治疗教育课程，一步一步就是要互更较侪家庭拢会使得到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咧台中太平的中一高中，5年前因成立飞盘队，总是教练甲学生拢真拍拼。今年12月，因要代表台湾去到菲律宾参加比赛咯。不过因为经费有较不足，学生用义卖望讲社会各界大家来递现金，希望出国比赛拼一个好成绩，公赢倒转来。
飞盘运动伫台湾毋是真热的活动，不过伫台中太平的中一高中，对2014年开始成立飞盘队，毋但聘请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也招有兴趣的学生来练习。也因为逐回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今年也要代表台湾去到菲律宾参加亚洲青少年暨代数飞盘锦标赛。体育训练是非常花钱的哈，那政府补助的经费之外，有很多经费都需要自己去筹措，尤其在礼拜六或者是假日的一个训练过程里面，也是需要花费一些金钱。那我们就是由政府的预算以及家长会的一个支援，还有我们各项盘整社区的资源，共同来参与。因为飞盘运动伫台湾无流行，各种资源也真罕去找到。而且飞盘运动是团体式的运动，需要众人做伙参与，也要有十足的体力甲固定的时间来练习。不过学生囡仔甲食苦当作是食补，一回搁一回练习，也累积真实践的基础。不过讲要出国比赛是钱银三不变，欠班主路费也用义卖方式来递延。为什么会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学校老师看到这些小朋友为了要完成当一个国手梦，然后希望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因为像在国内的比赛，就是竞争力不会像国外那么好，对，所以就是想说多参加可以去国外的比赛，然后从外面的学习外面的东西，然后带回来学校分享给队友。因的教练也讲，透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甲一身个人的业绩，会当互选手了解对万项代志的珍惜，也搁较把握每一回的比赛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屏东县政府去年推动5条路线，或者计程车的公车，事实用计程车出来走，不过坐一摆才10块尔。但是真侪县民看到是计程车，都唔敢举手起来砸。这当中有针对车牌加强标示，望讲县民大家赶紧来砸，大家拢方便来坐车。计程车开入去巷仔底，沿路停换庙口卫生所。屏东县外围的村里大众运输无够。1年前，县府启用计程车公车，第2年增加国家侪站，然后把所有的所反映上的问题，我们把它归纳整理。我们路线并没有做太大的一个调整，但我们是在所有的节点上，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增加了大卖场，那还有几个共融式公园哈，那还有几个增加的一个需求点。5条路线国家设立社区，也增加公园卖场等停换站，希望国家侪人坐。因为第1年营运补贴357班，营运是1班4千班次，总载客量只个呐1606人，平均每一班只个呐0.11人坐，等于是出车10班次才载到1个人客。有民众认为辨识度无够是原因之一，以前站牌无啥好坐，也就是讲是计程车唔敢砸。如果它是公车站的话，当然是可以看得清楚是公车站。那如果是小黄是有别的站，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会开车。我自己也有机车，就这样啊。屏东市区我们也不是很远，我们是在闹区的地方。县府增加计程车、公车加站牌辨识度，互大家较好认，也比较积分无共路线用无共色。有的社区这地点也搁特别采只是摆下，各种方法就是希望增加能见度。验过一条路线一天来回班次只个6到10班，是毋是让起民众来坐，也该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毋知红区内底有包啊，看到是计程车，原来实在是公车。讲到红区，中华延平社区发展协会嘛，含一寡公益团体做伙做红区粿来义卖，望讲替老人共餐这个工课无一笔经费。先甲粿烂烂咧，再个包压，然后甲粿放入去粿模内底，滴出形体。彰化市延平里的志工妈妈，甲一个一个粉红色的红菇粿放入去人绳，互伊去吹。因讲这是要卖人的，一定要好食好看才会使得。婆婆妈妈一起来参与的，所得就是我们礼拜3跟礼拜4都有自办那个银发共餐活动，就是供做这个专款专用。Q 弟弟的红菇粿卖掉了后的收入，社区就甲摕来帮助弱势的囡仔，也倒贴时大共餐的费用。彰化市延平里有1500人，是彰化县人口上侪的里。社区除了家己举办终身学习的课程，也结合公益团体举办义卖的活动。家己共餐无啊政府请钱，拢是阮自来家己筹措经费再志工妈妈以及用这个义卖活动来做红菇粿，来做义卖，大家共襄盛举这个
地方吼更繁荣，这样子，吼大概是大人会当较快乐。时代做伙无闲，替社区尽一份力，也享受这种互相帮衬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好心爱公家做。来看台中的台湾国小和民间的基金会，做伙发动捐日用品的物资，这款爱心活动，这囡仔兄囡仔姐摕日用品来捐，因老公会当帮助到有缺欠的人，嘛是真欢喜。下课时间一个到，小学生拢捐一包罐头，也是四手啊，准备要甲这寡物资捐予弱势族群。有的人佮传一大包，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就是帮助他们啊，他们也蛮可怜的嘛，就捐一点东西给他们吃，做爱心啊。虽然是小小年纪，可是他们也可以帮助别人。然后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珍惜自己，能够珍惜食物。台中的台湾国小和安德烈慈善协会合作，同齐举办集食行善、幸福一日馆的活动，希望传达予囡仔小米和分享的观念，嘛受到全校师生热烈的响应。协会表示，因长期推动食米银行的计划，会甲收到的这寡物资分类处理，再搁用食米箱送去服务对象的处理，帮助这寡弱势的家庭。食物箱里面有10公斤的物资，主要是帮助一些单亲、弱势、偏乡、隔代教养的一些家庭，包含在我们比较偏远的一些部落，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罕为人知的一些边缘户。今年是第3档办这款的活动，学校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学生了解珍惜食米、关怀弱势的重要性。把物资送去偏乡，予较弱势的囡仔，嘛通予学生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农委会农粮署一直咧辅导中部的农民客作种稻啊，佫会教因落去申请产销的履历，毋则遮的农民种出来的米品质有影叫，伫全国性的比赛嘛常常咧得顶。尤其这站农粮署佫邀请中部出名的总铺大师来教用米煮真侪有变巧的好料理，就是要尽量宣传中部地区上佳好食的米。桌顶摆真侪做甲真功夫的料理，这拢是中华地区餐厅总铺师的手艺。农粮署为着要行销中部的好米，特别设计这寡创意的菜色分享给民众，好用米做的料理嘛会当有变化，民众就会更较喜欢吃米。在民国70年的时候，每一位台湾人每一年一个人所消耗的这些稻米的重量是98公斤。105年的时候，全台湾的稻米消费量，每一个人每一年的消耗只有44.5公斤。农粮署长表示，国人因为食食的习惯改变，所以大家人每年食的白米量一年一年在减少。这几年来，民众注重食安，各地农会一直在协助农民客育种植、产销履历管理，而且推广美食料理，才互食米的量慢慢啊恢复。但是真侪民众认为东部米较好食，和中部的农民是真不服。咱的米非常好食，咱地老咱这落水溪的这个灌溉咱讲会使讲目前走水溪是咱全国最没有受污染一个迄个好料，咱踮这沿岸遮有咱中部有这个落水溪的灌溉，互咱这个米会当讲Q 嫩中部在地农会拢认为讲，虽然东部较无污染，米的品质一直拢袂歹，但是中部地区是国内的牛仓，稻仔拢是用较无污染的落水溪水来压，嘛着真侪种，加上产量稳定，价钱嘛袂遐悬，整体看起来是袂输乎东部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婚林西里一个10岁查某囡仔林子轩，用画图讲故事，互民众重视落水溪当伫咧欠水的危机。伊有参加县政府办的社区绘本创作的训练，这回发表出来，毋但干那落水溪的危机，另外佫有马祖廖景，佫有报马啊、甲糖仔糊这的主题，一波一波拢是国砖头，真有意思的故事。咱同齐来看卖。这个住伫婚林西里10岁查某囡仔林子轩，用落水溪做主题，家己画图设计故事的主角，甲编写内容，创作落水溪敢阁是溪的绘本，用轻松讲故事的方式，要互民众来看中落水溪欠水的危机。我问妈妈，浊水溪还是溪啊？佫有过来北港的李伟霆，平常时就介意设计甲画图，介意来北港遮生活了后，看到北港妈祖文章的真人艺稿，用家己照囝做主角，创作出《糖仔糊》这本册，希望引起民众更较侪的反思。北港一格是小朋友的梦想嘛，就是当然一定要除了捡糖果之外，但是大家很想上去做一格。然后，但是近年来的糖果灾很严重，所以
我顺便就是让他体验1格之外，也顺便教导说，我们糖果的东西也可以改变。为着要让婚林在地故事，让更较侪民众看到、甲听到，文管府甲婚林故事馆举办社区绘本创作培训、推广甲出版，今年已经是第11档，目前累计创作要1000本的绘本故事，而且透过骑脚踏车的方式来社区还有学校讲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故事从哪里出来，我们就要去哪里。所以今年我们会走5个乡镇。这个绘本呢，都是取自于在地的生活，把生活跟在地的文化结合，然后透过绘画的方式来说故事。文管府文化处表示，今年出版的4本绘本故事，包括北港妈祖文章的宝贝仔、糖仔糊，还有人甲狗仔是上好朋友关系，敢是你学的？还有探讨环境危机的漏水溪甲抑阁是溪，希望透过这个绘本故事的创作平台，让更较侪人看到婚林在地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婚林5节将近要举办的宗教活动——王公文化节，这是台湾目前规模上介大过火仪式。当年运用超过1万公斤的土炭，已经开始举办，头尾有5天。今年的大出头就是12月初10下晡鸾桥过火，信众拢望讲对伫咧鸾桥后得到王公保庇，项项拢顺遂。囡仔兄囡仔姐对音乐跳舞打卡步，稍来甲2节王公的桥扛起来，准备过火。既然5节乡1年1摆宗教的大代志，2节王公文化节，这个月初6开始，一直到初10，为期5天。地方的大大小小，就拢来遮甲新民斗闹热。摕乌灵旗、摕王公扫路，扛桥的人骹手就爱真美，因为涂骹囥的拢是用火炭起的火。桥班的人模拟过火的情景，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全台湾这个过火拢过金火，剩咱王公庙里过炭火。过炭火伊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一个起火，甚至伊的火堆是要有真技巧的做处理，你人行过才袂去烫着。王公过火仪式伫咧民国18年登录做无形的文化资产，伫咧1802年搁登录做宗教8景之一。其中掠当机跳过火、跳过万斤的火炭，会使讲是全台湾上界盛大的庙会活动。咱全台湾上大的万几斤的火炭活动，一只热心也请各位咱所有的乡亲、所有的中国朋友，会当共同来参与这场盛会。王公洗教啊，也代表旧历新年特别教啊。今年三王公牵手过火仪式，唔但有平安岛、歌戏的表演、书法展示等等的活动。上界重要的，就是文化节的上尾天，初10下昼过火，也有弄桥开的活动。到这个时，善男信女就拢来遮祈求三王公保庇田园，风调雨顺，大家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目前有消息曝光，台湾有10多间银行拢有参加放款予一间，讲是甲中国的国营企业有牵连的海外公司的案件。但对方是已经2个月无照起工立贷款咯，初步估计牵涉到的金额有坐到51亿这个额。主管机关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嘛有发表声明讲，这件代志因已经伫咧掌握当中。2017年庆贺案造成14间公共银行200万150亿，因为授信有问题，金管会罚所有连带银行罚4000万。今麦又标出连带案有微保单，过来10多间银行参加中国国营企业上海国都连带案，传出已经超过2个月无还钱，可能有代销风险。所以这些连带的银行要根据这个合约赶快去催收，不排除说可能也会有一个类似诈贷案的情形了。这件海外连带案主要是用中国国营企业中国国都能源集团的名号，再加上中国石油集团是大股东，主办行佫是欧系外援，即系吸引参与的银行有23间，连带金额差不多4亿美金。台湾参加的都11间，差不多占全部3到4成，有风险的金额差不多50亿。过为今年10月份开始，上海国都就无依照合约还本金甲利息，已经2期违约。若是明年1月上也未还钱，可能就有代销风险。如果真的出问题，那也是全民买单，应该可以自行吸收了哈。但只是这个还是人民纳税人的钱嘛，最该负责任的是董事会的。李伟指出，这件连带案原本是中国大股东中石油，竟然是为名单消息，恐也变做高风险的案件。
加上主办行贷款是比1000万美金较少，差不多比所有台湾参贷行连贷金额较少。专做庆法案、诈贷案几率变悬，监管会不愿意受访，强调目前各地调查，已经立管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政府最近甲欧盟大力施压力，要让中国的华为公司参加5G 的建设。中国的华为嘛，搁再一摆去告美国政府，要求法院就要取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顶月日才通过，禁止乡村所在电信业者用联邦补贴的基金去买华为的设备，这条禁止令。This morning, Huawei has filed a petition to overturn an unlawful order by the FCC in the U.S. On November 22nd, the FCC approved an order to label Huawei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11月2日通过一项补助禁令，要求美国乡村地区电信业者袂当使用85亿联邦基金买华为的设备，理由是华为和中信通信、甲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机构关系的密切，加做国家安全威胁。对此，华为展开反击，初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向美国纽奥良联邦第5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法庭认定 FCC 的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这是华为今年第3届提告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初时表示，确实予华为中兴这寡中国企业参与5G 的建设，会构成重大风险。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这个讲法伤过含。我们相信有关的国家呢，应该会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坚持独立的判断，坚持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应该拿出足够的智慧，不要掉入美方所谓的安全陷阱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也点名波音公司，表示照美国的想法，中方买大量波音的飞行机，敢会有可能会予美国控制？环球时报 Twitter 针对美国众议院进正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中国会发布一份无可靠的实体名单，会对相关的美国人士和企业列入黑名单，禁止因入里中国。佮点名提出法案的美国共产党参议员卢比欧会面临制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比利时一间人人真懊恼，伫咧食食、服务佮介绍，拢得到满分的餐厅。尤其更加互人赞叹的，就是讲，因拢有请得到唐氏症这款身心障碍者来走道做服务生，人客嘛拢真满意。咱做伙来看卖。用煮过两上好温度65度后面的这间法国料理餐厅，伫布鲁塞尔城西某的查特莱区。四位做伙开餐厅的，有的是本来就做餐饮业，有的是来自社福团体。总部师尼格拉斯提杜克斯已经捌伫咧几多间米其林星级餐厅做过。65度是国际性旅游评论网站猫途经伫比利时地区2321间接受评定的餐厅内面，唯一摕到满分的餐厅。看消费者的评估，除了俄罗物件好食，差不多所有人拢对服务人员提供的周到的服务印象真深。Mais c'est beaucoup de pression. On est fiers de nous, comme qu'on fait notre mieux qu'on fait. Moi, je trouve que c'est vraiment un projet intéressant. Je trouve que c'est le fait de combiner les deux, donc le fait aussi que la nourriture soit de qualité et que le service soit assuré par des personnes différentes, c'est vraiment une très bonne combinaison et c'est pas du tout choquant. 其中一位头家柯吉尔伫咧接受记者访问的时阵讲，因这间餐厅甲其他业者上大的差别，就是这员工每工来上班的心情拢是真快乐。看到人客来的时阵，拢会问讲：你今仔日过了好无？而且是真心伫咧问你，互人客感受到因重视家己工作的认真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东北风影响，各地头拢真凉冷，全台湾拢总有雨。明仔载因为大陆冷气团所致，天气会变得更较冷。咱来看各所在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5度到1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5度到17度。
台南、高雄、屏东16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15度到20度。金马、澎湖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